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很有意义。他是复旦教授叫包刚生写的。包刚生他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为什么要介绍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非常有现实意义，标题就叫是什么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溃败。什么叫道德溃败？以我们现在目前最热的最火的事情，比如说食品安全，比如说预制菜。最近这个西贝贾国龙和罗永浩之间关于西贝的预制菜，如果再讨论多一点，那就食品安全，似乎怎么解决都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你要说是缺钱，好像也不是，人人都关心食品安全，但是却解决不了。在幼儿园里面，在它的糕点里面加涂料，在汤里面加氢大霉素，麻辣烫里面加什么？加止泻的药，凉茶里面加布洛芬。实际上这就是道德溃败。所以复旦大学这个教授，他今天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的咱不知道，我看网上都在转载是什么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溃败。他说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在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 87.7% 的网民不同意中国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他说，而孙立平教授社会溃败说，易中天教授道德沙尘暴说，郑永年教授道德解体说，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这几个教授学者咱们也经常介绍，这个孙立平、易中天、郑永年，大家恐怕也是耳熟能详。他这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打了个问号，是什么导致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现象？根据央视的媒体报道，从问题牛奶到问题胶囊，每一起食品药品事件的背后都有一批贪婪而失底线的企业。从这看起，似乎是市场经济和逐利行为败坏了道德风尚，威胁了食品药品安全。说不少人认为道德溃败的根源正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自利与贪婪的激发，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经典引述，就是那个有 50% 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有 100%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是著名的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一个论断。说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绘早期中国市场繁荣，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按照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教义，这种利来利往局面大概会被视为人们为了逐利而倾向于牺牲道德准则。当然这个说的太远了，我们还是以这个家喻户晓的，就是影响力大的这个夹头老师来举例子。夹头老师他把现在的社会道德溃败归类于市场经济。夹头老师认为只有搞集体才能解决这些，所以他总是鼓吹要回到集体。但是他自己不是这么做的，他自己是想方设法的给自己的小家多挠一点，多搂一点，所以他偷税漏税，他应该按照法律应该交给国家，他都不交。但是他鼓吹的是大家都要交到国家那儿，要走。总体上说，爱国赛道都是这种特征。这个说远了，咱们继续回到文章。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容易导致道德溃败呢？恐怕未必如此。如果说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那么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道德溃败就应该越严重。如果以自由市场制度和人均收入高低来衡量市场经济的水平，北美和欧洲无疑要高于中国。然而很多在这些地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人都认为，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道德溃败现象，腐败现象非常罕见，企业丑闻更少发生，药品食品更安全，
多数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注重职业操守，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互相尊重、文明礼仪。确实是这个现象。如果你说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那市场经济更加发达的北欧或者欧洲或者是美国、北美，并没有发现道德滑坡。或者就拿日本举例子吧，日本的市场经济肯定很发达，但是日本道德滑坡了吗？或者以韩国为例，我记得韩国有一次空难是吧？那个飞机冲出跑道，然后撞上了前面一个墙，隔离墙，应该是去年的事。结果造那个墙的负责人是吧，居然在家里自杀了，他内疚啊。我只是举这么个例子，但是这种现象在咱们这儿很难发现。如果在咱们造这个墙的人，负责这个墙的人，他不仅不会自杀，他反而恐怕还要给自己找借口，都是别人的原因。这个是不是也是道德滑坡的一种表现呢？说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除毛里求斯外，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在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都位列25名以内，都属于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并非道德溃败的根源。他在文章第2部分说，他说市场经济可以塑造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仅不是道德溃败的根源，反而还可以塑造道德风尚。他说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有可能鼓励优良的道德风尚。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木匠、泥瓦匠、裁缝等都是最早市场化的工种。他说笔者幼年时曾亲耳听到这些领域的老师傅们训诫自己的徒弟，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事要尽心尽职，做工要精益求精，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生意不断的手艺人。老师傅们这方训诫固然包含了对年轻手艺人自立的考量，但客观上有助于职业伦理的塑造。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一个个百年老字号背后都是经营者对于品质的严格要求和对于职业伦理的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的基本理念，大概也是同仁堂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他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经验亦能说明同样的道理。英国老牌珠宝企业格尔德斯密是创于1778年，他说作为一个珠宝企业能够持续经营234年，无疑是恪守了最严格的道德准则。他说同样拥有美德和品格的个人也会得到市场先生的垂青。在组织内部，什么样的员工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能力出众且人品可靠的员工。除了才干以外，企业同时根据人品来遴选人才，甚至品格标准要高于才干的标准。企业的这种标准和实践会极大的影响社会道德风尚。对多数人来说，既然诚如美国国父华盛顿所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那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冒风险呢？但是文章的第3部分说，他说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他说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这就是个问题。我们道德溃败似乎还严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它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市场经济如果你法治缺位，那也是不行的。说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的社会风尚。所以说，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
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甚至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局部市场经济、市场加计划这种畸形的市场经济，才是道德溃败的根源。我总结一下，这个文章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实际上就最后就导致劣币逐良币。老实人，你诚实经营，你就自然被淘汰了，因为你活不下去。你不用地沟油，你不用氢大霉素，你在竞争中你就吃亏。文章说，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说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这个大家都懂，就导致市场经营主体它的成本太高，利润就越来越薄，抗风险能力就弱，稍有不慎就倒闭。所以他怎么办呢？巨大的投资他要收回，还有那么多员工要吃饭。在这种情况下，短视各种不择手段就应运而生。我在想，如果你开个小餐馆，轻轻松松一个月就能赚2万块，恐怕去干那些违法的事情的人就少了。就比如说用不好的食材，用地沟油或者用氢大霉素的，他就没必要。正因为他利润越来越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只能想方设法的降成本。那这个导致他成本上升的有一部分是由政府的管制，跟政府有关系，税收、工商，对吧？各种检查，各种隐性成本。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从分配上来说啊，就是大头拿走的过多，留给小头的太少。所以说加州老师他在铤而走险，偷税漏税，他就认为亏得很。加州老师个人所得税要交40%多，对吧？他赚500万，他要交200多万的税。所以加州老师虽然口口声声说要走集体，但是其实他身体是抗拒的，嘴上是支持的，号召要呼吁的走集体，内心是抗拒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他确实是抗拒。这文章说，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对吧？这样的企业对于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就是找权力寻租啊。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美国著名的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他说，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这实际上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个什么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这意思啊。而在当代的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文章说，他说，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成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传染扩散，这与基于平等、自由、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道德风尚的塑造的另一种机制。实际上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说通俗一点，这些当官的
他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任。谁决定他的这个官位官职，他就向谁负责，就为上，这不很正常吗？权力来源哪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当官的平等，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要观察到，我们要多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加州的州长一天到晚怼这个特朗普，怼这个美国总统，没事就批评美国总统？权力的来源不一样。这个加州州长又不是你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人家当不当州长跟特朗普没关系。所以，即便是美国总统，那是加州州长就不尿他。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到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简单的说，它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的目标是否吻合，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所以说我们才说叫塔西佗陷阱呢。反过来看就是塔西佗陷阱，说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新闻媒体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胡锡进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这说到这一块，胡锡进老师是专业的。胡锡进老师他是个合格的宣传员，当然了，他经常误以为自己是媒体从业人员，他也标榜自己是老的新闻人，但实际上他是个宣传人员。说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个太对了。说真话，你的很多节目你都发不出去，审核就给你枪毙掉了。说真话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有可能要喝茶。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说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对罗马共和国兴起和罗马帝国衰亡都有至关重要影响。说在兴盛的罗马共和时代，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杰本认为说，道德溃败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后世应当引以为戒。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一个社会倘若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溃败，与其说是市场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这是文章结尾部分，他得了结论。这篇文章啊，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他说的一大半就是政治制度对这个道德的影响。这个你不能不承认，这个政治制度肯定会影响道德。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想，是不是这种道德现状决定了你只能走这种制度，就是土壤决定了上层建筑。我觉得这个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值得思考。这种自由民主，这种就是学习美国的这种制度，但是真正能搞得好的好像地方不多。比如说阿富汗，我就喜欢拿阿富汗举例子。美国人在阿富汗搞了20年，给他们选票，那为什么美国人一走，那阿富汗就塔利班又卷土重来？比如说尼泊尔最近正在出事的，尼泊尔它也是选举，有议会、总理、总统，看上去也是轮替。那为什么尼泊尔青年人不满意呢？还有印尼。所以说土壤不行，你照搬照抄美式那个制度，恐怕也结不出什么好的果子，对吧？开不出什么正常的花出来。我觉得有点知识文化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真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道理。世界上有那么多例子啊，英国、日本，这个叫什么？它应该叫君主立宪制，跟美国的制又有区别的。它整的也挺好的嘛。日本这个首相石破茂好像又辞职了吧？干不下去。那英国的首相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上来一个人我们还没认识，还没熟悉，他说他又换了。我记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多时间是吧？那英国首相换了4个了，4个还是5个？所以我认为他说的是对，政治状况、制度安排
政府行为影响道德风尚，这个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没毛病。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就是制度之外还有什么决定了我们道德风尚、道德滑坡，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误解？就是道德滑坡，是不是就说明我们以前道德还挺高的？哎，现在道德水平低了，所以这叫滑坡。要不然你怎么叫道德溃败、道德滑坡？或许道德溃败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我们的道德一直就是这样，没有高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什么时候道德高尚过？哪个时期？能举出例子来吗？我们曾经道德高尚过是吗？我们以食品安全为例，我记得我转过一个视频，是一个民史专家说的。我把他名字忘了。他说，根据很多传教士在中国这个活动，他们写的日记，有一个传教士说，他在市集上面就发现围着一群人，有人就鸡呀，给那个鸭往肚子里灌水。这个传教士老外很吃惊，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说给鸡给鸭灌水干啥？我们现在才知道，那是最早的注水肉。那明朝就开始卖注水肉了。如果说这个，老外也可能是抹黑咱们。确实，那外国传教士，他为了显示咱们愚昧、道德低下，他保不齐在他日记里面抹黑咱们。那我们最近天天讲的《红楼梦》里面，那可是300年前的200多年前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面，我来给大家摆着。贾府王夫人要给王熙凤治病，王熙凤操劳过度，正好加上流产，就是落了一个什么夏红之症，就是流血不止。那个太医给他开的药里面就有一个是要用好的人参，结果好吗？贾府也衰败了，整个上上下下都找不到一根好的人参，都是人参从贾母那儿找了1包人参出来，结果那个人参品相不错，很粗，但是都已经碳化了，就是没有药效了，没有办法，他们就说实在不行买。结果这个宝钗就说买人参还得托他哥哥薛蟠，因为薛家就做皇家生意的，认识这些收人参的、做人参生意的。这个宝钗就说了，你在这个京城买人参，10有8九全是假的，都是须粘到萝卜上面。也就是你贾府出去那时候有特供，就你去买你都买不到真人参，还得通过薛蟠找人，找收人参的哥们儿供应商，你给我弄点真人参，他托这层关系才能买到真人参，完了之后给王熙凤吃。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卖假人参，那和现在不是一样吗？现在好多人把那个人参养殖种植的像小胡萝卜一样的，都当野山参卖，这有什么？对吧？我们老祖宗早就这么干了，这跟什么制度有关系？那时候是什么制度？所以说道德滑坡、道德溃败，有可能是个伪命题。其实我们道德就没好过，什么时候好过的呢？我们解决温饱问题，老百姓能吃饱、能吃好，也就这40年。除了这40年，我们老百姓就底层牛马韭菜就没有吃饱过，基本上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在这么一个生存状况下，我们有信仰吗？又没有信仰。我们只信祖先，上帝管不了我们，如来也管不了我们，真主也管不了我们，只有祖先。祖先崇拜，那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光宗耀祖，祖先也能理解。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没有底线，就不知道哪儿是底线。我们都知道这么干不对，似乎不好，因为毕竟圣贤书这个读的书里面，儒家思想里面说的这教育的，但是一到我们遇到这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想办法把底线放低一点，不可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你高标准严要求，那你就死得早，死得快。所以欺骗、欺诈就成了我们生存的一种手段，诚实那只是挂在嘴上的，是一个招牌，是一个华丽的包装，真正诚实经营的早就黄了，早就关门了。所以说我理解的这些教授、这些专家，他们认为现在是道德溃败、道德滑坡。我不能否认，现在道德确实有问题，道德水准之低，让人吃惊。但是也不存在什么道德溃败、道德滑坡，我们一直如此。他说道德溃败、道德滑坡，那隐藏的意思，隐隐之中，那就是他承认有一个时期，我们道德还是水准很高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假货，那个时候没有欺诈，隐隐约约指向哪里？我们往前看，那这一段时期是哪里？哪个时期？一般
描写这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互相帮助，谁也不怕孩子走丢了。指的是什么时候啊？也就是他们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怀念那个时光，也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就那个时候路不拾遗，是因为物质极度匮乏，你没什么东西好捡的。你路上捡也是捡牛粪，捡那个猪粪，你没东西掉。夜不闭户，那当然了，一家人就5个人就2条裤子，你有啥值得偷的？极度匮乏。那时候没有商业活动，你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没有商业活动，哪来的欺诈呢？你买什么东西都凭票，没有欺诈。但是道德水准就高了吗？儿子检举老子，老子举报儿子，同事之间互相举报，道德水准高吗？所以说，我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为什么咱们道德水平这么低，而不是说就是滑坡溃败，就说明你曾经还高过。说来说去，我们离文明还有那么一段距离。我们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物质问题，大家吃饱了，大家基本上就你混得再差，你也不至于为下一顿饭而担忧，下一顿吃什么，这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就要加强启蒙，要改变土壤，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底线在哪里，要有所敬畏。土壤变了，只有土壤改良改善，你撒下什么种子，才能结出什么果出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